安。直接咱别办心来准备那个敬拜。我常常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因为伊伫我的正边，我就无摇错。因为安尼，我的心欢喜，我的神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徛起。
直接咱若甲来念圣诗104首，圣诗104首，耶稣真正死过我，耶稣真正死过我，哈利路亚！天使世人团开花，哈利路亚！感谢吟诗出大声，哈利路亚！咱三个做伙起立来吟。咱三个用台湾基督教会信仰个别来做咱的信仰个别伫圣诗的头前15页，显着咱一声来念。阮敬上帝，创造土地人甲万物的独一真神，伊是历史甲世界的王，主伊的囝对圣神投胎，对十世女玛利亚出世做人，做咱的兄弟，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对伊的受苦，竟是第死过活，显明上帝的仁爱甲公义，把咱甲上帝搁和。伊的神就是圣神，踮伫咱中间，赏赐快乐。互咱伫万百姓中做见证，直到主过来。阮是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伊的救赎，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阮信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体，受着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定稳伫本地，认同所有的自民，通过听甲受苦来成做望的记号。万信人对上帝的恩典来悔改，做一日下面，并虔诚仁爱甲献身的生活，归荣光上帝。万信上帝互人有尊严，在上普。
来有份伫伊的创造、负责任甲医生甲管理世界。对安尼人有社会、政治甲经济的制度，也有文艺、科学，阁有追求精神的心。创始人有提无用这的文字，我的人万米甲上帝的关系，所以人就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伊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讨办，互受压制的得到自由平等。伊基督正做新创造的人，互世界正做伊的国，充满公义、平安甲欢喜。阿们，请坐。咱要三甲来启用，要看的启文记载伫28篇，也就是诗篇118篇，启用文28篇。因着咱三甲来启用，要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伊的慈爱线到永远。愿一切的讲。伊的慈爱线到永远。愿阿伦祭司的家讲。伊的慈爱线到永远。愿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讲。伊的慈爱线到永远。伫危急的时，我求叫上主。上主就应答我，解救我。上主甲我同在，我袂惊吓。人会当甲我安怎？甲我开公义的门。我通入去感谢上主。这个门是上主的门。只有圣洁的人会当入去。上帝啊，你有应答我，我要感谢你。因为你互我得到解救。起厝师傅去杀的少。已经正在上重要的事情。这是上主的作为。咱看起来感觉真奇妙。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咱就欢喜就庆祝。上主啊，阮求你解救阮。上主啊，阮求你互我平安。奉上主的名来的，迄位应该受祝福。上主是上帝，伊互咱能力的。着举手机参加庆典。有幸来到这段的时刻头家。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宣扬你的伟大。着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伊的慈爱线到永远。即点咱三甲按头来祈祷。主爱的天父，全能的主，阮自接你圣洁的光中，心怀着感恩，来到你的面前。而过去的一礼拜，你的恩典亲像早起的光，照着阮。你的慈爱亲像伴照般坚固着阮，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阮拢经历着你的无微不至的看顾甲引带，互阮得到平安度过每一天。为安尼，阮献上阮由衷的感谢甲懊恼。主啊，你的疼奇妙无比，你的恩典丰盛满溢。当阮伫最终的时，阮深知家己毋是完全圣洁。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为阮受死，为着阮的罪，甘愿降生做人，受苦受难，最后伫十字架顶牺牲性命。不过，死亡毋是完全终结，所以你的大能，互伊对死中搁活，互阮因为着伊的牺牲，通较哩好好。今仔日伊的搁活，永远宣告：死亡无搁再掌权，罪恶无搁再做王，黑暗已经互光明拉食。阮的性命因为安尼得到更新甲自由。
伫即个充满愿望的国活节期，主要说，阮也愿意国活的大能运行伫阮的中间，互阮无搁再惊吓甲忧虑，帮助阮伫即世界中，成做你平安甲愿望的见证人，将你国活的好消息传扬到地极。主啊，阮也关心着即个世界，近来世界的经济遇到关税的问题，呈现即混乱甲不安，各国之间的贸易的摩擦，亲像乌云拉杂着全球的经济发展，影响着无数人的生活。阮恳求你，祝福各国的领导者有智慧甲远见，互因会当以公平、正义、和平的方式来找求解决的方法，化解纷争，促进合作，互世界的经济会当重回稳定的道路，互各国的人民会当安居乐业。主啊，阮恳求你继续引带阮，亲像你引带一切的百姓行过旷野一般，带领阮平安行过人生每一个阶段。愿你的圣灵时刻充满阮，互阮会当搁较明白你的旨意，遵行你的教导，活出基督的样式。也求你赐予阮爱心、耐心甲智慧，互阮会当彼此相听，互相扶持，伫信仰的道路上同心同行。互阮伫即个过活节，毋但纪念基督的过活，也要将即个过活的喜乐甲愿望分享互身边的人，互较侪人搁认捌你的救恩，归向你的怀抱。也求你引带阮今仔日的敬拜，互阮的心灵来到主你的宝座前，求你清起阮的心思意念，互阮的上赞祈祷拢蒙受你的接纳。愿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下面献歌队的演诗。你看我。
下面讲授上帝的话，咱今仔要看的经节，记载的新约约翰福音15章第9、19、19节。约翰福音15章第9、19、19节，记载的和合本151页，地位汉语本是125页，现代中文译本是172页。约翰福音15章第9、19、19节，显着我用白话汉语本来读。我有疼叹，亲像爸有疼我，恁着踮伫我的疼。恁若守我的诫命，就要踮伫我的疼，亲像我有守我的爸的诫命，踮伫伊的疼。我已经用这个甲恁讲，要互我的欢喜踮伫恁。也要互恁的欢喜满满，恁着相疼，亲像我有疼恁，这是我的命令。人为着朋友献性命，疼无有比即个较大的。恁着行我所命令恁的，就是我的朋友。打了后，我无叫恁做奴仆，因为奴仆毋知伊的主人会所行。但是我已经叫恁做朋友，因为我对爸所听见的，拢有甲恁讲。毋是恁敬我，是我敬恁，佮设立恁，互恁去结果子，佮互恁的果子久长伫地，互恁伫我的名，无论对爸求啥物，伊就互伊。我用这个命令恁，是要互恁相疼。世间若怨叹恁，恁知伊还袂怨恨恁，已经大声怨恨我。恁若属世间，世间就听伊家己的，独因为恁毋是属世间，就是我经恁出世间，所以世间怨恨恁。以上下面讲到牧师今仔要讲的题目，爱的力量，咱听牧师。来宾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是咱教会一年中间的国外节。咱过去的传统中间，教会拢用真大的庆祝活动来庆祝圣诞节。但是伫传统的中间，尤其伫咱台湾教会伫过去对伫国外节，好亲像无亲像。圣诞节遐尼大的庆祝，但是最近这几十冬以来，咱会当发现到，就是教会哪来哪重视国外节，因为若无耶稣国外，安尼耶稣降生就失去了意义。所以伫今仔日，咱搁一遍用欢喜、感恩的心情，做伙来。庆祝国外节，伫今仔日圣经信息分享以前，咱就做伙头来祈祷。慈悲疼痛大权能的主上帝，你的恩典极大，甚至伫阮毋捌你的时阵，你就大声听阮。你听阮也无看到阮的不足甲欠缺。你大声施恩予阮，所以阮用感恩的心来庆祝圣囝耶稣死国外。主啊，阮伫以下圣经信息分享的中间，阮要重新来思考圣囝耶稣。国外的意义，所以恳求上帝你赐到你的圣神带领阮的心思意念，互阮透过今仔日阮所做伙读的圣经的经文，就是你授予阮的话。恳求上帝你，互阮会当无论是分享、宣讲，也是听分享的兄弟姊妹。
拢会当平平得到利益，得到造就。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留意下这约翰福音15章到16章所记载的，会当讲是耶稣受难，必定是一个进前的最后的话，最后的交代。俗语讲：“人之将亡，其言也善。”就是讲，当一个人世间的日子要完成的时阵，伊经历过真多，伊也知影即个情形，即个所面对的一个最后的时刻是上重要，所以会讲出，无论对伫世事，也是对伫好朋友，一个上出对内心的话。同款的，约翰福音15章到16章，就是用这款的态度去记载耶稣受了以前所交代门徒的话。虽然讲耶稣真明确，天父的计划会死个活，但是伊伫最后要受了以前，伊知影门徒伫老师互罗马兵掠去，受审判，甚至判死刑。伊知影门徒会忧闷，会惊吓，所以耶稣交代上重要的话，伫迄当中。所以咱多多所读到约翰福音15章第9节到第19节，总共起来就是一个字：听，也是爱。听，也是爱。咱知影听，也是爱，是人类文学、音乐、美术创作、电影，也是电视节目常出现的主题。咱看迄流行歌，倒一条毋是会讲到听，也是爱。当然，咱台湾话对伫听甲爱，其实有一寡差别。但是要讲落去吼，这是一个真复杂，咱台湾人的语言所用的一个有真侪美感的所在。所以当咱讲伊爱我甲伊听我，咱知影这伫咱台湾话中间会有真侪的无共款。共款，咱讲到听，甲讲到爱，我真爱做啥物，这也是爱。但是咧，是大人真听我，这个是无共款的意思，也是讲一个男女中间，我爱你，你爱我，哇，这也是无共款。但是总共就是爱，也是听，这是咱生活中间真重要的一个主题。咱也知影，咱心灵亲近的所在，也拢有对伫爱、对伫听的渴望。但是咱也知影，人的听也是人的爱，常时也是真脆弱的。无论是偏见，无论是怨恨，也是论断，也是记别人的冤仇，记条条，拢会损害到听，也是爱。甚至有的时阵，人会因为过去的受伤，感情顶面的受伤，至到讲要爱也爱袂落去，要听也听袂落去。当然，多多讲即个台语中间，咱讲着听的时阵，好亲像迄个意思有小可无共款，所以咱真少会听
可能是大人有时阵受起来会讲，我疼你疼袂落去，但是咱大汉了后，咱拢知影，咱的士大人其实安尼讲是受气啦，受气的时阵讲的气话啦通常足少有我疼你疼袂落去因为咱士大人甲咱的感情咱即马大汉了后，咱拢知影但是常常会有要爱也爱袂落去。即款因为过去受伤太深，所以耶稣提醒咱疼的重要性，搁较教导咱怎样用疼做中心来活。落去下这，啥物叫做用疼做中心来活？疼做中心。咱生活、咱的生命爱用疼做中心，这对咱基督徒来讲有一个真大的关键，就是咱受拣选，上帝拣选咱，这是一个学习用疼做中心来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耶稣甲门徒讲，也是对咱讲。耶稣讲：“毋是恁敬我，是我敬恁，并且爱恁去结果子。”约翰福音15章16节，讲到这个拣选，讲到这个选择，我想咱过去应该拢经历过，无互人选着的遗憾。咱细汉的时阵，咱拢无亲像咱在座有迄180字的。咱校运会要出班队，会选，即个可能是迄个体育股长会选，大队接力要选几个，然后咧，咱无选着，也是大会舞。要选几个街舞比赛、校运会、校庆的街舞比赛，然后你感觉你嘛跳啊袂歹咧，但是咧，这个康乐股长要选几个跳街舞，无选着你，这叫做无受选的遗憾。也是讲，我想咱应该加减拢经历这款，咱工作顶面。公司职务，主管要选择其中一个来升职、来高升，你感觉你表现嘛袂歹啊？但是咧，选着要高升呢，要升迁呢，煞是别人，咱有无受选的遗憾。当然伫感情路顶面。一首歌讲这是新娘不是我，当然查甫也有可能讲新郎不是我，还是电影新娘不是我。这种无受选的负面感受，有时阵甚至造成一个人终身的遗憾，终身的疼。无受选，无受选。咱用无受选的感受来讲起咱互上帝拣选，是哪里啊宝贵？咱受选，这是一个互人真快乐的一个经历。这就是为什么当耶稣讲到疼。讲到上帝的疼，上帝疼咱，所以咱爱彼此相疼，搁将这个疼去结好的果子，就是讲咱会当真正经历到疼，就是对上帝拣选咱最开始，先上帝拣选咱，无看咱的不足。无看咱的欠缺，伊
游园竞选咱，这就是咱所讲的稳定，这就是咱真正通经历到疼痛的一个开始。所以，上帝竞选的观念，伫真侪咱基督教派内底，咱讲到小儿洗礼，其实这就是咱有坚持，咱有了解到上帝竞选的意义。有的人讲，囡仔出世伫基督教家庭，囡仔哪会知影？哪会知影讲，即个圣经新约几本，旧约几本？细汉囡仔哪会知影上帝的疼是啥物？细汉囡仔打出世，可能还未一岁，哪会知影讲，即个三位一体的意思是啥物？细汉囡仔可能都袂晓讲话，哪会做决志？所以有的人真好认小儿洗礼，但是洗礼的中心信息，敢毋就是亲像耶稣家己的门徒所强调的，是天父竞选咱，毋是咱选择伊。所以咱受竞选，这是出对恩典，这出对上帝的疼，毋是今仔日我选择，毋是亲像咱咱可能有咱的兄弟厝的边仔有迄个啥物新单，然后咧，话启动就启动，话提起就提起，袂输讲即个模型啊是即个新单的动机迄控制共款，要来就来，要退去就退去。咱所相信的真神上帝，毋是安尼，是伊主动，是伊大声听咱，伊大声选择咱，毋是咱家己做出选择。即担水果一斤99块，迄担一斤89块，佮送你妹仔粉。你当然选择迄个较俗的，毋是。咱的信仰毋是安尼，咱的信仰毋是讲，即担卖水果较好康，我选即担。即担伤贵，我连工较来参考看卖，毋是。是上帝竞选咱，上帝疼咱，是出对伊的疼，伊主动大声疼咱，甚至咱真侪第一代的信徒，咱细汉的时阵，咱毋是活伫长大伫基督教家庭，但是咱若回想。上帝也是一路带领，互咱有迄个机会经历到上帝的疼。这毋是出对咱敖，也是出对咱较巧，知影选择好的，是上帝竞选咱，是上帝，甚至咱也毋知的时阵，伊就一步一步带领。咱则也读到即段的圣经经文，约翰福音15章第9节，记载耶稣对伊的门徒讲：恁着踮伫我的疼，踮伫我的疼。伫咱和合本讲啊，较清楚。和合本讲要藏在我里面。当然，咱台湾话，甲迄个北京话可能有小可无相款，但是咱就讲踮伫遮，踮伫遮，
可能有真侪意思，但是和合本讲藏在我里面，所以咧，毋是点豆油，点豆油毋是藏在我里面。伫遮讲的点伫耶稣基督的内面，也毋是点豆油，因为咱新约希腊原文会藏在什么里，也是点伫什么内底。原来的意思就是杂营。伫犹太人来讲，杂营就是起厝，就是起厝，起厝的意思。咱费心思起厝，当然咱即摆有投资客啦，也是迄个养地养房，但是咱若转去较单纯的时代，咱起厝，像我老爸，我会记起，伫迄个民国60几年的时阵，迄当阵真侪人，拢是家己的土地，买一块地，然后咧起迄个换厝，家己起，所以每一间拢无相款，我会记得我台中，住台中10岁以前住台中所住的换厝就是安尼。咱费心思，咱想象迄个单纯的时代，40-50年前，费心思选一块地土地，然后咧请师傅来起好换厝，咱所谓的起家厝，咱是要点豆油住伫遐，住几冬了后，咱就卖掉。也是讲咱真正用起家厝的心态，就算讲咱有需要搬去外地，有时阵咱起家厝会囥伫遐，迄是一款感情，迄是一款你为着你的家拍拼的一个证明。咱可能咱在座，有咱的兄弟也是安尼，咱的起家厝。不管是安怎，咱袂处理着，因为迄是你费心思第一间厝买地，然后咧，可能迄当阵佫较少年的时阵，会想象以后家庭会安怎，所以咱就好好设计，佫会有即个孝亲房，佫有啥物房安尼，袂烂大，可能佫会当种花种草，迄叫做起厝。所以咱转来想，耶稣甲门徒讲，点伫我内面，迄个点就是安尼。主耶稣基督爱咱将伊的慈悲疼痛当作家共款，当作家共款。爱久长踮伫迄中间，袂当成做过客，袂当成做过客。当然有时阵，咱会听人安尼埋怨讲讲阮翁规工拢伫外口佚佗，转来厝里袂输是住好体路共款。当然，迄就讲着啥物？迄就是心思，迄就是心思。所以耶稣讲，踮伫我内底，毋是迄款的转来厝里困落，敢若一个所在会当困就好，然后困饱，继续出去佚佗。第二天困佚佗忝嘛，转来困，然后日复一日。耶稣讲的踮伫我内底，毋是安尼，就亲像咱对于咱的起家厝共款，迄种的感情。迄种的感情，是即个是我家庭的根基，即个所在是我一世人拍拼上重要的一个基础，共款。所以咧，这讲到迄个游牧民族啦，所以咱莫想讲杂营，杂营就亲像咱迄个初中的时阵。全校大露营，2天1夜全校大露营，这个随便杂营一个，然后咧，各会暗时各会倒落来，
以前迄个初中敢是以前有啦迄个是操场全校大露营有诶袂晓，以前佫无迄个迄种即马迄种自己弹开诶以前是爱讲全国大露营全校大露营，毋是咱莫想着，其实游牧民族诶迄个扎营，那真正是游牧民族，是正讲是安尼咱讲现代啦，现代嘛是用一个起家的心态去看待杂营，所以莫想讲长长带伫我的内面，即个点伫我内面，即个概念真抽象。拄仔所讲的起家厝的心态，起家厝的感受，咱回想着，咱离开父母去外地读册，后来工作，甚至咱家己有咱家己的家庭。成家立业，但是咧，咱甲咱四大人的感情，敢有因为咱离开，咱人离开，咱就无认即个家？无啦，无啦。迄款家的感受，袂因为距离来改变。甚至咱有可能，咱在座较有年纪的兄弟。咱就算讲起家厝，因为种种的因故，可能拄更，也是讲咱即个后来搬厝，感觉一间空厝囥伫遐真拍算，所以咱起家厝可能有已经卖掉，也是改建，但是伫咱心中，敢是迄个起家厝，你的起家厝永远伫你的心中。你永远会想到当时我安怎打拼来起造这个家庭，这款点伫内底的迄款的感受，迄款的概念，就是安尼，就是亲像咱的起家厝，无论你后来安怎，就算迄间厝已经无伫的，但是这个家永远伫地，也亲像因为父母对咱的教育，对咱的养饲，甲因无私心的付出，兼毋是咱的四大人，甚至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咧。分别哪远，咱是搁较珍惜，咱也搁较刻薄迄款的亲情的疼。这就是咱来思考，点伫内底，也是好学本藏在理，藏在什么理的感受。但是耶稣讲的。是讲到甲伊的关系，甲天父的慈悲疼痛的关系。上帝的疼佫是安尼，当咱伫上帝的疼的内面，咱得到平安，咱得到满足。咱伫上帝的疼内面，咱感受到伊的看顾，咱也感受到伊。伫咱的生命中间咧运行，当咱面对着极大的挑战的时阵，当咱面对着恶担当的困难的时阵，也只有上帝的疼会当互咱坚持落去的勇气甲决心。但是讲倒边的，当咱一开始怀疑着上帝的疼，敢毋就是咱心灵的平静，甲咱心中的满足开始消失的时阵，敢毋是安尼？当咱伫遐怀疑上帝的疼的时阵，
你本来有的平安，你本来会当满足的，完全突然中间就消失。当咱无搁去看到咱家己生活中间上帝听的显明，咱无搁去看，无去注意上帝其实伫咱生活中间伊的听拢无离开咱，咱自然而然就变做规工伫遐怨天怨地，埋怨别人，甚至变啊绝望，也是对伫人也是事来冷淡。的确的，常常伫上帝的听内面，踮伫上帝的听。同款，咱拢爱面对着逐款的挑战。踮伫上帝的听的内面，咱同款会拄着困难。但是，就是咱踮伫上帝的听内底，这互咱一切的造物，拢会转变，成做有正面的意义。挑战也是困难，伫咱踮伫上帝的听内面，这一切负面的，拢会有正面的意义。所以常常咱咧讲创世纪内底约瑟安怎看伊的兄哥陷害伊的事，约瑟敢毋是讲人的意思是歹，但是上帝互伊真做好，要互约瑟会当保全侪人的性命。所以约瑟用这款的态度来看待伊互伊的兄哥出卖陷害，卖去埃及做奴隶。但是上帝互约瑟一路对受这个奴隶受怪家，然后成做埃及的宰相，救了侪人的性命。所以，咱常常会听见有人在讲，无论是教会内也教会外，这个相片，你知道标题是什么？面向光明，影子就在后面。咱常常听见这句话无对无？广告啦，电视，这个电台啦，也是迄个名人专访，常常会讲面对光明。影子就在后面，面对光明，影子就在后面。咱是要选择规工看迄个黑暗的影子，还是你选择勇敢行向光明？你当试嘛？你若安尼规工看后壁的影子，然后咧，你安尼行路，大声就是会先大倒啦，因为你无看头前的路，像我常常教我的后生讲，走路看前面，伊囡仔行路拢，到处看，走路看前面，面向光明，影子就在背后。耶稣甲伊的门徒讲，也是甲咱讲，就是咱受拣选。并且常常伫伊的听的内面，踮伫伊的听，安尼咱的欢喜就会当完全，因为会当踮伫耶稣的听，会当常常伫耶稣的听内底，这会当互咱得到平静、满足甲欢喜。但是耶稣上是爱咱。用伊的听来分享，通过分享听，咱会当经验到迄个更较大、更较有意义的欢喜。所以耶稣甲伊的门徒讲，伊拣选咱是为着互咱会当结果子，结好的果子。这个结
的果子就是疼所产生的，是因为有主耶稣基督的疼，激发咱、激励咱会当发挥咱的温素甲才能，用伫服务众人。也就是讲，通过对人付出疼，分享福音，并且对这所做一切来见证生命的改变。咱见证，咱看到这个福音对人的改变，这互咱会当有更较大的欢喜快乐。所以咱应该听真多，听真多，爱传福音。为什么？当咱引带一个未信者，也是引带一个因为逐款的因素离开教会的兄弟也姊妹，转来教会的时阵，咱敢毋是就是感受到即款真大的快乐？即款的快乐是金钱袂当买到的。这就是传福音美好的所在。只要你有经历过，你就知影迄款的快乐。这就是为什么约翰福音15章13节记载耶稣讲：疼无有比替朋友来放杀性命更较大的疼。当然，耶稣安尼讲，这伫约翰福音15章是要有先来表明，伊家己要伫十字架顶面受顶十字架，来放杀家己，来为着世间人的救恩来牺牲。但是上时也是教导咱，其实基督徒生命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爱为着别人来牺牲，为着别人来牺牲。所以为着众人更较大的利益，咱有时阵爱牺牲家己，无论是咱的梦想，也是牺牲咱本来有的权利，也是放杀、放弃咱本来有的既得利益。所以即马有真多人去做志工，为着国会会当更较正常。真多人，甚至为着做志工，厝邻的冤家嘛真多。为什么？这敢毋是咱活做一个人，一个真重要的一部分。咱愿意牺牲，咱毋是干那顾家己，咱是顾着众人。所以我放弃淡薄仔家己的物件，我为着众人的好来付出。所以咱可能伫网络顶面、电视顶面，也是有时阵伫教会聚会中间、信息分享的中间，咱拢捌听过遐个信仰的见证。咱可能也听过有基督徒为着众人来牺牲家己，亲像讲无偌久以前过身的埔里基督教病院前的院长陈云子长老，最近电视拢在讲伊的代志。陈云子长老本来伫台北市，伊是济南教会长老。顺续讲，台北市开眼科，趁真侪钱啊！然后伫台北市，伊虽然讲50几岁，因为猛爆性肝炎，伊就先退休。但是伊生活过真好啊！伊50几岁前开诊所赚的钱，伊会当轻过真爽快啊！但是上帝呼召伊去，讲毋对啊啦，
屏东基督教病院，屏东基督教病院去遐，因为伊知影遐无眼科医师，伊知影遐有真侪人，因为遐有迄个种迄个洋葱，剥洋葱会安怎？目睭会受到迄个刺激，真侪人因为安尼目睭出问题，所以伊去遐拄啊好，会当用伊的专长来服侍，但是伊上时也是放弃伊原本真安乐的退休生活，伊去屏东遐无钱，甚至家己阁爱将台北市区的医生馆卖掉，为着要发病院员工的年终奖金。但是咱若伫电视顶面听到伊的信用见证，伊过去的信用见证，咱拢感受到为着众人的利益来牺牲的基督徒，因讲着家己的牺牲，咱看到的是因有真正的欢喜快乐。咱看到因为着信仰，为着众人的利益牺牲家己，因得到极大的喜乐。所以咱知影，听是上帝上宝贵的创造，听也是上帝予咱上美好的手术。听会当改变咱，听也会当改变世界。咱做伙压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主上帝，阮真正感谢你，感谢你，予阮伫今仔日国外节，阮阁一边思考你的疼对阮的意义。阮知影你出对你的疼，你拣选阮，你爱阮，毋是靠着家己的才调，靠着家己的手段来得到平安欢喜。你是爱阮。因为踮伫你的疼，阮经历着迄个更较大的平安甲欢喜。你也爱阮，不只是家己享受你的疼，你爱阮分享你的疼，互阮四周围的人。也求主你互阮伫服侍的过程中间，你互阮会当倚靠你来行。恳求上帝，你互阮会当重新思考牺牲的意义。阮有时阵过头看着家己的需要，家己的利益，阮袂记得了你爱阮，是爱效法你的疼，为着众人来牺牲。所以恳求上帝，你帮助阮，帮助阮会当。时刻的记忆，就是阮是活伫你的疼的中间，你甲阮伫地，所以无论经历什么事，求主你的圣神拢提醒阮，就是阮爱倚靠你来面对着头前的路。恳求上帝你的带领甲看顾，阮的祈祷是倚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煞接要来领受圣餐。
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见那属伫伊的教会的陪参者来三角守主的圣餐。亲爱的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见那归向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耶稣讲：恁见那着我担重担的，就就近我，我要互恁安息。耶稣也讲：我徛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我要入去就近伊。来甲伊食，伊也甲我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支持。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买迄暝有提饼祝谢来爬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盘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然恁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买迄暝，有提饼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咱大声做伙来感谢上帝。咱做伙额头来祈祷。慈悲大权能的主上帝，阮现在要照着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社。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事，所以阮谦卑恳求主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你的圣神也圣别，才会摆列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通过领受这一切，对神来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你的保护，对伫你。来得到稳定的帮助，互阮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会成长伫你的稳定的中间，互阮通荣光主你的圣名。愿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请长老来旁边。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咱所拍破的。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所拍破的。咱做伙来吟圣诗366首，第1节甲第2节。366首，主你的身躯替我受拍破。咱一边动作一边来吟。
即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做伙来领受。耶稣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洗入的。既若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请长老来捧杯。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咱所要。即个杯是新约，伫伊的血来洗入的。咱做伙来吟366首第3节。我的公标从我就公说什么？我走我就是我，多高高，多高这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的血洗入的。既若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做伙来领受。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做伙伫地，咱做伙下头来祈祷。慈悲疼痛大权能的主上帝，愿满心感谢你，你极大的疼痛，你呼召阮，你也互阮有份。来领受你的圣餐，互阮会当透过阮领受即个属灵的食物，互阮会当用行动来表明，阮是有你的疼，阮也是你所疼的，阮也深知，阮。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阮也表明，阮要活出你的祝福，成做你忠实的信徒。阮阁要活出你永远圣国的护佑。主啊，阮阁一遍谦卑恳求。就是当阮逐摆，阮献阮本身互你的时，阮求主你会当欢喜接纳阮的奉献，也持续用你的慈悲帮助阮，互阮会当继续即个圣洁的交通，互阮时时刻刻。会当用功你，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咱请长老来收杯。
咱即马为着环保，咱用迄、个即、个阿鲁米的圣餐杯不锈钢啦咱也是用咱的行动咱保护咱即个上帝所创造美好的世界咱无搁用一次性的圣餐杯。下面咱来吟会的圣诗105首，圣诗105首，交战结束，苦难拢煞，交战结束，苦难拢煞，救主耶稣对死搁我，拿着当唱得胜的歌，哈利路亚！咱三个起立来吟。下节下面那么让奉献，咱请余养执事甲玉洁执事来书献。
380首。下面我来报告，请咱先开首报。报告事项第一项，本周是国外节，咱伫礼拜中有中秋圣餐。这礼拜了后，咱后壁有迄个复活节彩蛋，咱爱家己去领。第二，下主日是大众传播奉献主日，退休牧师陈宇光牧师要来本会请安报告，本教会。叶牧师要前往台北中会祥和教会。第三，最近这个感冒由原有咧流行咱个大家呼吁大家做好迄个个人的防疫第四，咱礼拜五暗早经，咱即摆已经拢采用迄个每周的平安讲，咱请兄弟姊妹来踊跃出席。第五。有要安排家庭礼拜，兄弟姊妹，咱甲牧师讲来安排。第六，后礼拜是大众传播奉献的主日，题目甲经文的部分，咱才家己来看。过来，咱看倒这边的部分，主的活动，主日上午礼拜10点，生活团练唱是8点45，拜五咱有早经祈祷会，伫下晡7点半，拜六。插会班是每一个月一届，上午10点。新港书房的部分，今仔日交代是文良兄甲现状兄，插会是梁长乐，青草是苏金姐。后礼拜讲道，陈宇光牧师，思维是语养执事，苏琴是御节执事，领唱是余信昌，苏宪是我本人甲秋梅执事。招待是宴庆节，插花是秋梅执事，青草是宴庆节，奉献的部分，咱也家己也有出入的，请较我也是甲秋梅执事来经证过来，咱看正少边下底的部分，本周的金句，我用台语来读一解。毋是恁敬我，是我敬恁，搁设立恁，互恁去结果子。搁互恁的果子久长伫地，互恁伫我的名，无论对爸求啥物，恁就互伊，伊就互恁。咱三甲来读。搁设立恁，互恁去结果子，互恁的果子久长伫地，恁伫我的名，无论对爸求啥物，伊就互恁。毋是恁敬我，是我敬恁。搁设立恁，互恁去结果子，搁互恁的果子久长伫地。互恁伫我的名，无论对爸求啥物，伊就互恁。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约翰福音15章16节，咱下面咱委员来互相请安问好。平安。后来咱来念上尾诗圣诗391首。圣诗391首，俄罗天顶主宰，创造天地甲海，保护万民，人伫普天的同心。俄罗上帝，俄罗三一上帝，会惊圣神。咱三个起立来吟，唱煞了，咱请牧师祝祷。
咱就爱长长踮伫上帝的听的中间，靠着安尼，咱无论经历什么，咱拢通保持咱心灵的平安，咱也有袂欢喜的热情，用喜乐的心来过每一天。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咱做伙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